2月14日时阵发生在中国渔船伫金门并船的案件，两岸协商代表今日总算达成共识，包括在中国渔民的遗体准则献予死者家属，而且要付慰金，要有甲因回息的。不过，这海巡署是无要讲这付慰金开偌济。海巡署长呢张忠良伫咧公祭致辞的时阵，是搁再针对海巡执勤无录影向大众回息的。 甲中国两区渔民的遗体送去伫船顶，扣起来船仔嘛做伙献予中国。2月14发生的金门并船案，经过几啊届协商，30双方总算伫咧金门的金湖饭店达成共识。除了甲遗体甲船仔献予中国，嘛甲因回息的，而且还佫风声讲，有予2位死者的家属150万的人民票，差不多代票680万的抚慰金。不过海巡署无愿意证实实际金额。这一部分因为我们涉及到尊重家属。 跟两岸协商的共识，那目前还没有办法对外报告细节。渔民的家属大下，看到是真悲伤。陆委会副主委杨文杰前一暗就去到当地，因为战机的问题无出现伫协商的现场。不过，伊有亲身去金门殡仪馆参加公祭，表达咱这边的诚意。海巡署署长张忠良伫致辞的时阵，嘛针对海巡人员执勤无录影的代志，佫一概回息咧。对于本案没有收证录影。 海巡署已经多次向社会及家属致歉。对于家属所受的煎熬，海巡署愿意再次公开表达歉意。事件看落是圆满结束，不过中国的代表伫上船进前，却是雄雄大声的讲，希望咱赶紧公布代志的真相。因为海巡署强调讲，会捍卫海巡执法的正当性。希望台有关方面。 能尽快公布事件真相，做出公正的调查结论，并对涉事人员做出相应处理。是单纯的执法事件，我们捍卫我们的执法正当性，我们一定会坚守执法立场。陆委会强调讲，两方交流产生事件的协商，在官方主导甲民间协作的模式之下，才让维护国家的安全。所有重点都在。 政府主导，官方才具有公权力，才能够维护国家安全及民众的福祉。因为中国进前坚持是恶意弄船，不过传出协商的共识是改做是雄雄弄着。陆委会表示，双方会当达成共识，代表恶意弄船的这个讲法，并不是协商的障碍。中国的态度有落软，主要原因是互相体谅对方的需要，甲坚持找到共识。 希望未来会当避免类似遗憾的事件，再来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